在咱平凡心，大家来敬拜上帝。所在，伊的长袍垂落来，盖满圣殿。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，因彼此呼应。现在，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大家来吟唱了上帝圣诗第二首，圣诗第二首，现在，全能大主宰。咱着唱歌，齐声阿落上主尊名。现在，将你天地甲拜，阿落上帝，至尊至权主宰。来，起立，大家来吟全首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！你的名扬普遍全地，
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，你囡仔甲婴仔的喙唱出来，你去做要塞，风气敌人。要消灭对敌，消除冤仇。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，你所安排的月亮星辰，人姓啥物？你要很关心。何一个人算啥物？你要按照做。你创造人，互伊比天使小看大家。你赐伊王的荣光甲尊贵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。你让伊有权柄治过一切。一切羊甲牛，山野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花蜜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遍全地。同时看头来祈祷。之前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阮有所拿水在流，日子过时无欠后。一年过了，过一年，伫新的年，我要感谢主你的赏赐甲看顾。阮平安经过2020年，回头来看过去的事，阮的心未免不安快乐。虽然有软弱、失措、忧闷，阮犹原常常记伫主你赏赐的大恩。过去一年，阮有拄着疫情爆发，全国进入3级的警戒，总是伫着欧美、日本等国家前送的疫苗，甲着全国百姓政府大家合作，互疫情会当控制好势，经济得到改善。而即时，阮的产业也真侪世界各国所重视。阮也有拄着重大的交通事故，严重的火灾事件，造成真大的伤亡，心内非常的不甘甲悲伤。阮的水库严重的缺水，总是主你恩典慈悲，互风海平安经过，带来济济雨水，降压一切水库，互阮得到满足。阮也伫世界奥运得到真好的成绩，阮的国家得到荣耀。国内政治的事务四大公投也平安顺利圆满。等等，阮拢要献上感谢。总是阮国家犹原得到济济安全的威胁。未来的一年，阮犹原需要处理大大的困难甲事故。即时，阮安静伫你面前，听你宝贵的声音，活命甲真理刻条伫阮的心，将你真光献上无煞。新的一年，阮的路途由你引带，感谢主，亦都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赞美听圣法律。
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3节到14节。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到14节，国学本是269页，台语汉语本是219页。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3节到14节。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3节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，一直学老，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里各项属于神的福气，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成，伫基督顶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成，无通嫌。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，用忍耐耐心定着咱的耶稣基督，得着做囝来归于伊，互伊恩典的阳光得着学老。这个恩典就是伊伫所定的囝赏赐咱的，踮伫伊咱对伊的话得着赎回，赦免罪过，照伊恩典的富裕，伊将这个恩典用各样的智慧甲见识，赏赐咱到满满。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，照伊的好意，就是伊本身所大成定着的，要伫遮的日期圆满的时，设法互万物，无论伫天的、地的，拢伫基督来合一。踮伫伊，咱也正做家业，就是大成上定着的，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，正望拢有的意思，要互伊的阳光对阮大成仰望伫基督的人得着好乐。踮伫伊，恁也已经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恁的福音既然信，就踮伫伊所有应允的圣神感应，伊就是做咱承接业的准断，得着上帝所得着的业赎回，互伊的阳光得着好乐。以上愿做话，感谢咱大师的放赞。刚过今早起，牧师所讲题目是福气的起头，咱请牧师。请咱同齐压头来祈祷。阮的天父，阮的阿爸爸上帝，今仔日，阮属伫你的囝儿，你的百姓，来到你的面头前，要听你的话语，就是对伊起头，你所计划。你的旨意，要甲阮讲的话，恳求圣神甲阮伫地，照你所应允的，互阮的心安静伫你的面头前，互阮的耳孔听了清楚，嘛互阮的身躯知影要安怎去行。阮同心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新年恭喜，平安。足无简单哦。2022，伫主后
2000年诶时，毋知影兄姐敢会记咧？迄当阵，逐个拢讲世界哈那世界末日。迄当阵，逐个有诶人做会准备，要应对世界末日这件代志。世界要无去啊！我诶性命也敢阁会伫地，我敢阁会当活咧。侪人开始伫想要安怎才会当得到迄个活命，继续活落去。世界若是无去啊，会对逐开始无去，就是要沉落去，会对一个所在沉落去。灾害来诶时，人要对逐去投票。咱拢会想足侪个方法，想要活落来，想要知影安怎会当脱离迄个歹诶、迄个无好诶、迄个死亡。总是咱用咱诶理智来看，来想，咱知，若是世界真正要灭亡啊，要无去啊，无一项物会当留落来，除非迄个是上帝要留伊诶性命。对生死，咱定定伫敲找诶是我是甚物人？我对倒位来，我要去倒位。毋知影兄姐有想过即个问题无？我是啥物人？我对倒位来，我要去倒位。咱所想到的是啥物？我生伫对一个所在，死了后，我要待伫啥物所在？咱只有会当想到遮。总是上帝透过伊的旨意，透过耶稣基督，透过伊的话，伫圣经内面甲咱讲，咱对倒位来，咱对上帝遐创造来，咱要去倒位，要转到上帝遐。就是主耶稣基督为咱备办天顶的所在。上帝互咱知影的，比咱家己敲找的，比咱家己所想的，搁较多，搁较深，搁较宽，超过咱所想象会到的。总是咱却常常认为家己会当赢过上帝，会当赢过上帝的旨意，会当倒撇上帝的呼召。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保罗写互以弗所教会信徒的批，甲顶礼拜写互歌罗西教会信徒的批，足相像的。讲的主题都是共款，上帝透过基督伫教会内面成做完全，互人甲人的关系成做合一。
伫上帝面头前，成做圣洁无瑕疵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建立教会，才来完成。今仔圣经才甲咱讲，毋是伫咱看到教会的时阵，即件代志才开始；毋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，即件代志才开始。是伫上帝创造即个世界之前，上帝的旨意就安尼来计划，伊就安尼一步一步带领。咱其实是伫体会上帝的旨意。亲像一间学校，要建立一间学校之前，就爱找一个队，爱有人事来安排，爱有老师，国考的老师，爱有制度，爱有钱，爱有教室，爱有遐个知识，完全才会当来招学生。招学生来学习，来甲因教引带，互因知影对毋知到知影，嘛教因要安怎做人，要安怎甲同学有好的人际关系。老师一步一步引带，直到学生毕业了后，伊若伫即个过程中间有感动，伊嘛会诚做要做一个老师的决定。伊就会去受装备、考试，转来即间学校来做老师，也是去其他的学校来做老师，诚做引带学生最好的迄一个。伫引带的过程，学生会有学习较慢的，有较紧的，有较聪明的，有较戆直的，嘛有安怎学习都拢袂晓的。总是做一个老师，会当看见每一个学生伊的优点、伊的缺点，伊会帮赞即个学生来做好，尽量帮赞伊直到完全，互伊毕业，会当适应伊长大以后的社会，有好的人生，嘛会当建好的家庭。对遮来看，一代搁一代，生生不息。这个就是今仔日的经文上简单的解说。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前，就已经想好要互所有的伫这个世界内面的人，拢会当诚做完全，诚做成，无瑕疵。爱透过耶稣基督伊的救赎，伊的牺牲来完成救赎。爱透过圣神
的同在，诚做引带眷顾、感动，互人的心亲像即个学校内面的学生共款，会当知影安怎发挥家己，帮赞别人，长大嘛彼此相疼，互相扶持，收起家己的性地，为着别人的好。咱拢讲学生伫学校的时是上单纯的，因为也毋知影社会的黑暗。总是咱拢袂记，社会的人是对学校出来的，就是对学生一个一个来成就的。是安怎？咱讲学生伫学校内面是单纯的，结果当伊毕业了后，诚做社会内面的大人的时，伊竟然无单纯啊！这个过程出啥物问题？这个过程要安怎来改进？要安怎来改变？咱定定拢讲，这都是教育啦，教育无好啊，伫学校的时阵都学歹去啊，所以出来的时阵，就甲迄个歹带出来外口啊。所以社会其实都是互单纯的学生、学歹去的学生带歹去的。安尼讲法，听起来咱就知影，安那有问题嘛？问题伫倒？亲爱兄弟，你坐伫遮，坐伫上帝的圣殿，其实即个问题对你来讲袂困难，因为恁的人生行到今仔日，比徛伫台仔顶的牧师搁较侪，做几啊年，恁的人生经验，恁所经过的苦，以前的社会是徛伫台仔顶的牧师，即个少年的牧师所毋知影的，所无经过的。到我的时，其实已经足幸福啦。无论是学校内面的制度、老师的引带、所学习的知识、神学院所教的神学、圣经的解说、历史的回顾，拢比恁所经过、所知影的有差别。恁知影的，恁经过的，我无一定知影；我已经学习到的，恁无一定已经接受。总是在座的兄弟，恁甲台仔顶的上帝所拣选的女婢，这个少年的牧师，诚做生生不息，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透过上帝还未创造这个世界进前的旨意，咱拢总伫上帝的教会、西欧教会来徛起，来学习，嘛来斗阵，
咱伫学习，彼此相疼，咱嘛伫学习。过去、现在甲未来的延续，咱嘛伫学习，甲上帝旨意透过咱的关系，透过咱中间的听传达，互咱的厝边，互咱的社区内面其他未认捌上帝的兄弟姊妹。无论讲啥物语言，无论生伫对一个所在，无论伫搭读册，无论伫搭工作，嘛无论皮肤是黑的，是白的，是黄的，无论年岁。咱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上帝起头的计划，上帝的旨意。伫上帝面头前，真做善，无瑕疵，拢总真做合一，一体。伫咱受洗的时，圣神嘛亲像水仔共款，降临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就亲像迄时耶稣受洗的时，上帝的声共款安尼讲：这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，我欢喜接纳。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、救赎，咱得到完全伫上帝面头前，称做上帝的囝儿，是上帝的百姓，是因为上帝的疼，上帝起头就安尼决定，因为伊的疼，伊应允。用圣神来做确认、做记号、做感动，伫咱的心肝头内面，互咱知影，这个是真正的，这个是真的。当咱接受这个真实，咱的心就会愿意。受圣神的感动，叫上帝阿爸爸。保罗写这张批，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讲的，就是安尼。伫教会内面，透过耶稣基督，甲圣神的记号。爱做伫上帝面头前无瑕疵的迄一个，完全合一，完全的合一。后拄仔所举的迄个呢，一间学校。毋若是学校病医，也是共款。伫中华基督教病医有一个切肤之爱基金会。伫迄个基金会建立进前，是因为有一个囡仔伊受伤，伊的皮肤受到介大的伤害，咱台北医生
个医生娘甘愿用伊个皮肤来补迄个囡仔所失去的皮肤。迄是伫台湾头一个皮肤移植的病例。后来伫病院内面，就是为着这来建立切肤之爱基金会，为着有需要的人，有需要皮肤移植、皮肤移植的病人来准备。嘛是爱有相当的钱、相当的制度、相当的医护人员，才有法度完成。毋是每一个人拢用会着，总是当有需要的人，就会当透过即个基金会，透过即个病院来得到伊的需要。对伊来讲，即个是救赎；对伊来讲，救赎伊的毋是耶稣基督，对于去病院的人来讲，救赎伊的，拯救伊的，互因脱离迄个痛的，是医生，是医学，是手术。总是知影建立这个基金会、这个病院的人知，若毋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痛，毋是因为上帝的旨意，这个医生袂对伊的国家来到台湾这个所在。这个医生娘，伊嘛袂因为这个无熟悉的囡仔来献出伊的皮肤。因所做的是因为上帝的旨意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痛，耶稣基督的牺牲。因是安尼学习来做，不管接受的人是对倒落去感受着这个痛，感受着这个救恩。当因好了后，因会知影这个故事，因会知影原来是因为上帝的旨意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伊的行为、伊的牺牲，才互这个宣教师、这个医生甲医生娘做安尼共款的代志。圣神即时就甲伊伫地，互伊受着感动，因会去做共款的代志，共款来成做其中的一个，来帮助其他的人。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完成上帝的痛，伫每一个人的身上。迄是上帝永远袂记哩的计划。伫教会内面，咱接受这个救恩，咱嘛毋通袂记哩。上帝的计划毋若是伫你甲我的身上，毋是伫过去已经是都无代志。咱若啥物拢无做，咱就会亲像单纯的学生入到社会，互人讲，就是咱带歹的，伫到社会愈来愈无好。咱若会当伫上帝面头前，诚做无瑕疵，诚做一体。完全行耶稣基督牺牲疼世间人的行动，伫圣神的感动内面、提醒内面，继续安尼做。
上帝旨意，上帝的疼就会生生不息。上帝的旨意是要互每一个人是创造这个世界进前，伊的决定。所以是伫这个世界内面所有的人，上帝拢要救，上帝拢要疼。咱也着学习，嘛看见，接受上帝这个旨意。透过每一届咱伫领圣餐的时，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感谢上帝的拣选，感谢圣神的同在。一摆搁一摆提醒，咱就爱有完全好的行动，毋是用好的行动来完全这个救恩，是因为咱已经对耶稣基督的救恩遐诚做伫上帝面头前会当诚做圣，诚做无瑕疵。咱有迄个气力会当行好，咱的身份嘛应当活出上帝的形象，既好、既善、既水、既阳光。所有迄个歹的，拢无应该伫咱的中间，嘛无应该继续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因为咱受到圣神的吸引、感动，咱明明白白知影，咱已经互上帝的旨意来听，互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清去。咱就毋通一直讲我是软弱的人，我无法度，因为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，甲咱洗清去咯。咱若定定讲我无法度，我无法度，其实咱就是伫讲耶稣基督的保护无效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无够额。请兄姐伫新年的第2天，头一个礼拜，咱犹原要伫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，同心搁一摆来回想上帝袂记哩，上帝的疼，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拣选。嘛，搁一摆去感受圣神的同在，伫咱的生活中间提醒咱伫上帝面头前是无瑕疵，诚做圣，互咱嘛看见伫关系内面，伫生活内面，是毋是真正有自然而然活出上帝的形象，既好、既善、既阳光，用安尼来学乐、赞美、拣选咱、疼咱，永远袂改变的天父上帝。只是咱要来举行圣餐。
主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，我要入去就近伊，来甲伊食，伊也要甲我食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咧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伊所领受耶稣讲的，因为我对主来受，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，有摕饼祝谢来擘伊，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，讲：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一直到伊搁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，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。主上帝，阮现在照你的命令，照你的旨意来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约。阮谦卑求圣神来圣别阮，嘛圣别摆列伫遮的饼，甲好食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互阮成长伫你的恩典中，通荣耀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同齐来唱圣诗366首第1节。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请黄长老、江长老来服侍。黄长老。
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三角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请牛长老、江长老来服侍。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血，为着咱所流的，为着要救咱，一个都无漏交。当咱每一摆啉这个杯，就纪念伊的疼，甲伊的死。请咱同齐三角来领受。咱同齐额头来祈祷。感谢创世进前就决意要拯救疼阮的爸上帝，因为你的疼，因为你的旨意。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所流的宝血，赦免阮的罪，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互阮伫你的面头前会当正做圣，无瑕疵，互圣神，互阮伫地。常常提醒，阮是属伫你的，是你所疼惜的，是你袂放肆的，是甲你
共一体。阮要伫你的面头前，献上阮的感谢，诚做乌鲁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即是咱同齐起立来吟圣诗366首，第2节到第3节。圣诗480首，世界俗子正朋友，大家3牵手，同心调我来领受，实际的成就。仰望建设上帝国，做咱大目标。依条主耶所道路，目前来操作。圣诗480首，咱起立参加来吟传首。Oh
感谢大家平安。咱来天开周报，咱来看报告的事项。第一，今仔日礼拜是咱2022年第一个主日圣餐礼拜，感谢主甲咱同齐到过新年，互咱领受平安的恩典。第二，后礼拜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，总会有意请前助理干事第一牧师要来请安甲正道，邀请咱兄弟为着国内外宣教事工关心来做甲奉献。第三，1月16日礼拜后，咱要来摒扫咱的教会，请兄弟有期时间到边来摒扫。第四，1月16日摒扫了后，咱要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同工老罗参加。第五，2022年1月到3月份的新眼光读经注册已经放伫咱公布栏的所在，请咱兄弟家己来睇。第六，教会有买2022年的月历，要增产咱每一位会友，放伫咱教会厝遐，请咱家己来睇。愿主祝福2022年合家平安，祝阮满意。第七，全国疫情宣告维持2级的警戒，有大解封的范围，室内会当无限人数甲每伙座位的厝位，请咱兄弟有缘共同来遵守防疫安全相关的规则，彼此来守护。咱进入咱的礼拜之前，请咱实名制的登录，测量咱的体温、手部的消毒，着带水压。教会的消息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咱的聚会活动，咱出日礼拜是早起10点，出日早起8点45是献歌第一练习。每礼拜是早起10点有姊妹查经分享。每礼拜五下晡7点半有查经祈祷会。读经的经节甲顶礼拜的奉献甲讲解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若有毋对，请咱用会地出来更正。圣工的事项，咱即礼拜交代是放师兄甲催眠者，请
插会是江老师，清扫是念平济。后礼拜讲座是第一名牧师，书评是江伟特长老，书评是刘老师，名字我不拿，书评是济南执事、玉洁执事，交代是受评济锦龙兄，插会我不拿，清扫是秋美执事。咱来看本周的经句。我用台语来读《以弗所书》1章3节，了请咱兄弟斗阵用各种版本来读一摆。最后咱用华语来读《以弗所书》1章3节。过来，《以弗所书》1章3节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，来咱斗阵来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得着和乐。以伫基督我守属咱伫天里逐项上神的福气，就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，因为伊有将天顶逐款上元的福气，通过咱甲基督结的赐予咱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武器，以弗所书1章3节。过去是咱用拱手来互相请安，好来平安，平安。今年第一届的礼拜，咱当三甲组织做伙。咱大家搁一摆大大声来，大声说一下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！每天都快乐。咱现在暗暝煞了，我就一直看阮的录影吼，就是没有搞录，但咱录影吼，我几乎每天看，逐工都看甲笑开来，逐工都看甲安尼真欢喜安尼吼。你看咱的，有时候真的是主的安排。做的印刷，伫咱的暗暝，咱的爱餐1人1菜，1家1菜，互咱安尼想袂到的安尼菜色安尼遮澎湃，互咱食袂完，倒等去，啥物菜的色都有，干若欠一项，就是明义长老的烧汤，还是素金这，咸菜啊吼，这个就是大家有想要啉一个烧汤安尼吼。这是素金这甲明义长老吼，恁着先登记落来吼，每年安尼吼，一年还是每年，非常的澎湃吼，每一样菜都很好吃。有迄个什么不让梨啦，不让你怎么样？不让你，做侪。尤其我看到暗暝节目，咱讲要节目，就安尼大家安尼互相，咱看到咱现状影的迄个，真的是猜不到的猜谜吼。网络上猜不到的、找不到的猜谜，真趣味。咱讲伊，捌互伊邀请伊，就马上准备。伫咱的迄个唱歌，咱嘛看到咱鼓励团体，姊妹查经班，伫周间又来参加咱的聚会，真欢喜吼。搁看到咱大家安尼通力合作，迄若主持人伫原顶，若无咱大家平，咱兄弟安尼互相来。安尼无迄责任表着，迄个江老师笑甲安尼，迄个小波这老我闹，迄个帮师兄啊老我闹去安尼，不是闹皮，不是闹皮，这种一种效果意想不到的。有当时啊，一寡好课就是意想不到，尤其是看到头前江老师秀比赛啊，甲着咱的秋妹，甲着咱的玉洁姐安尼吼，大家笑甲弯腰甲驼背吼，但是免惊。这个影片我们都没有放出去啊，这是属于自己分享的，我们自己看而已。就是刚小组节日是刚小组因所在量，是无紧啊，但是咱嘛是笑甲欢欢喜喜。张老娘嘛是笑甲安尼，你毋知影透一工伊嘛要来你闹去安尼，迄就是趣味，迄就是互相，就安尼大家营造一个安尼晚会。咱的晚会当然的顺利圆满，期待新的一年，咱有缘伫真侪
未知的事情，所以因带带领，互咱大家拢会当知道欢喜快乐，互咱国家会当真平顺来经过一年搁一年。好，咱大道请牧师。伫大道进前，要报告社里这情形吼。社里这因为年岁有较大，伊的手术嘛是时间较长，对中昼11点一直到半暝仔要1点才完成。迄暗3点外搁大出血，一直到6点，所以一直到即马拢还袂精神吼，还袂醒过来。所以咱爱特别为着伊伫厝内面的休困复原来祈祷。咱相信伫困眠的中间，咱的身体会得到做好的复原。咱嘛相信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，咱拢伫等伊转来吼，所以嘛。特别为着伊的后生、甲伊的新妇、甲伊的孙仔来祈祷，因嘛是做辛苦的吼，就是妈妈安尼因全兄吼，一个人伫厝嘛已经2礼拜啊，吼，就是虽然嘛有人关心。总是无看见家己的牵手、心肝头，嘛是会烦恼。因为即摆疫情的期间嘛袂当去探访，所以嘛袂当去病院看。即摆是伫加护病房，伫加护病房内面，都爱等伊醒过来，拢总会当稳定，才会当出来到普通的病房。所以咱特别为着即件代志来求祷，嘛透过即件代志，咱知影伫过年的时，其实咱有2样情啦。有的人是欢喜伫过年，有人是艰苦伫要过即个暗暝。伫黑暗的中间，咱毋通袂记哩，主耶稣是光明，是咱的盼望。咱的上帝伊已经拣选，嘛已经有即个旨意、即个计划。拯救，咱就透过这一摆搁一摆无共款的事件、危险的事件、困苦的事件内面，咱知上帝的确是听咱，的确是甲咱伫地，的确是完全伫伊的旨意甲伊的应允内面，毋通失志嘛。毋通伤烦恼，就互相鼓励，互相扶持，来表达主的听。段杨长老已经有足侪的感受，嘛有讲到今年发生足侪代志，所以今年咱即时会当活咧，阁会当健康，会当。欢喜，拢是爱感谢。毋若是感谢尔，咱阁爱甲咱身躯边所有的人来交托伫上帝面头前，因为上帝的旨意是遮的，拢总要拯救，拢总要救因。咱进入公道的时间。
阮的爸，阮的上帝，阮伫圣神的脚印，做记号伫你的面头前。透过主耶稣基督教示阮的祈祷，要同心安尼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荣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圣诗391首，圣诗391首，何乐天顶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，人伫土地的当心何乐上帝，何乐三位一体，爸子圣神，阿门。咱起立，三个人。愿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袂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阁愿全能的上帝、爸、囝以及圣神的恩典，伫恁的顶面，甲恁伫地，一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较侪热岛地